你一睇個樣就知道啦，你望下個樣啊，一個典型嘅香港人啊。介紹一下我哋嘅新同事煲煲，係啦，呢個星英煲嘅煲啦。你一睇個樣就知道啦，你望下個樣啊，一個典型嘅香港人啊，基本上咧就係成日都可能個樣好攰，眼耷耷，跟住又流下鼻水咁樣啦，仲有好多頭痛嘅問題，甚至乎咧，腸胃不適、手軟、腳軟、手腳冰冷。科學頌缽我哋處理身體不適嘅咧，講嚟講去得3個方法：聲音、共振、能量。咁啊，一般都市人咧，你見到啦，由頭痛可能去到消化問題，可能去到腰背痛等等咧，我哋都有相對應嘅處理。咁例如頭痛，我哋會有機會係用聲音嘅形式，OK？又或者有需要真係劇痛啦，我哋咧可能將個缽笠落個頭度，然後做共振。又或者我哋消化問題，我哋有機會擺喺咧胃啊、腸胃部分咧，做一啲嘅應用共振或者能量嘅方式。最後啦，常見嘅腰背痛等等呢啲嘅情況咧，我哋要揾翻個痛點，例如個痛點喺度，我哋貼近佢就應個痛點，我哋做一啲嘅處理，例如可能共振令到咧嗰個震動去舒緩個痛楚，或者係讓個肌肉或者繃緊嘅部分自動咧有個療愈喺度。咁嚟緊有50種身體由外到內、由上到下嘅處理方法。如果你想跟進，有冇啲科學頌缽可以好好處理身體嘅方法呢？就請你留意住我哋煲煲嘅呢個系列啦。